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老爸来报警，讲后生互掠去，想袂到案情大逆转，后生本身就是诈骗集团的成员。新北市一个老爸发现后生无去，就惊后生因为债务去互甲掠去，是赶紧来报警。啊，警方掠到人的时阵，找到人的时阵呢，这个后生是规张好好，伫咧餐厅甲朋友咧食饭，讲家己真正无代志，结果警方一个查。结局是大反转，这个后生本身就是诈骗集团的成员，负责来看被害人出借着人头考做，啊，这被害者都互拐离的旅社。警方嘛因为安尼顺利来抓到诈骗集团6个成员。没事啊，没事。警察来到餐厅门外口，总算找到人，也毋过查甫人敢若还阁叫呱呱。在我这。原来前一天，查甫人的朋友出去讨论债务问题，过两天人就碰见，听见老爸烦恼后生互压去，就随报警。查甫人讲家己真正无事，想不到警察检查伊的手机啊，抓到伊就是诈骗集团的成员。23岁张先生甲被害者讲，卖口罩会当赚大钱，再搁家己的人头口罩卖互诈骗集团赚commission。这个人是负责将被害者关伫咧汽车旅馆，2个月内就拐卖470万。朱小姐了哈，这个你有看过了啦哈。上面这个是机票。警察继续调查，发现诈骗集团逐工耍所在，想要闪调查，尾仔总算伫咧桃园找到归共犯。人头账户被害人于去年底至今年1月初期间，由张男媒介后，被拘禁在旅馆内，查缉范闲、朱女等人到案，全案依加重诈欺、洗钱防治法、妨碍自由。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诈骗集团互抓起来，生做嫌犯和张先生已经互压起来。本来叫后生拄着危险，甲警察喊救命，这颠倒互诈骗成员的身份公开，这个结果嘛，恐惊互爸爸更加伤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